咁青年人咧，其實咧係真係要認真去掌握15規劃嘅發展方向，透過係服務國家所需咧，自然咧成為係國家強國建設嘅參與者啦、貢獻者，最終咧亦都係成為受益者同埋咧推動者嘅。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教育建言。我係呢個節目嘅主持人，香港教育大學校長李子健。我哋今日非常之榮幸同開心咧，邀請咗立法會主席李慧瓊教授。你好，校長。咁咧就想同你哋請教下好多方面，因為我見到你最近咧喺我都關心你嘅活動嘅，都做咗好多關於15規劃嘅分享。針對唔同嘅業界啊，亦都面見咗或者接觸到好多嘅年青人。我哋經常話，如果青年係我哋傳遞呢個信息嘅對象咧，可能同普通人有啲唔一樣。喺呢方面，你有咩心得可以同我哋分享咧？Starry 大主席。青年人係我哋嘅未來，我相信咧，青年人最關心都係佢個人發展嘅方向同埋前景。呢個正正係15規劃咧，俾到年輕人一個清晰嘅未來發展嘅圖畫。大家都知道啦，國家經過14個5年規劃，由一窮二白咧，就跑到而家嘅呢個水平同成就。總體嚟講咧，我哋經濟實力已經去到全球第2。我哋各方面嘅成就，無論係綜合國力啦、科技啦、經濟啦、民生咧，都取得係飛躍性嘅增長。咁15規劃咧，係今年係開局之年，所以咧對青年人嚟講咧係機會難得。咁青年人咧其實咧係真係要認真去掌握15規劃嘅發展方向，讓到咧佢哋思考未來自己嘅發展方向咧點樣配合國家所需，服務國家所需。透過係服務國家所需咧，自然咧成為係國家強國建設嘅參與者啦、貢獻者，最終咧亦都係成為受益者同埋咧係推動者嘅。係，因為大主席你都好多身份啦，亦都係我哋嘅人大嘅常委。咁香港唯一嘅人大常委喺啱啱喺3月份嗰個兩會咧，有位傳媒嘅朋友都問我，其實呢個15規劃同青年嘅關係應該係點理解嘅咧？都係強調咧，15規劃對青年人咧係最為關鍵嘅。15規劃裏邊嘅香港專章咧，或者叫港澳專章咧，係青年人第一步嚟嘅。咁其實多謝國家嘅支持，今年15規劃嘅港澳專章咧，其實咧好明確講咧係由8大中心咧係擴展到去10大中心。咁另外咧亦都有2個樞紐，同埋咧係1個生態圈，一個人才高地，同埋咧係北部都會區，係嘛？咁呢啲咧都係每一個背後咧，其實咧都需要專業嘅人才去發展嘅。例如如果係讀商科嘅朋友諗下我喺金融中心方面嘅建設有啲乜嘢係可以先裝備自己呢？除咗傳統我讀嘅會計之外，而家我哋都講綠色金融啦，我哋亦都講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平台啦，亦都講緊係其他嘅金融賦能嘅需要啦。咁呢啲都係青年人可以諗嘅方向。除咗金融中心，其實貿易航運中心啦，又或者其他8大中心，講緊中外文化交流中心。其實要做到中外文化交流中心咧，喺體育同埋係文化推廣方面咧，都需要裝備自己嘅噃。我知道而家好多院校咧都有一啲體育嘅培訓啦，亦都有文化藝術創意嘅培訓。咁呢啲咧正正係可以成為中外文化交流中心嘅一個人才嘅培訓基地。咁除咗係港澳專章咧，我認為施政報告嘅內容咧，咁青年人都要掌握嘅。政府咧都係制定青年發展嘅藍圖啦，亦都為青年人咧係提供實習機會，亦都鼓勵青年人咧有生涯規劃。咁呢啲咧其實都係好多不同嘅工具咧，讓到青年人喺不同階段早啲思考自己嘅發展方向。頭先你都提過咧，其實呢個人才咧，如果我理解冇錯咧，就應該係才德兼備，或者德才兼備嘅人才。一方面係愛國愛港，能夠為我哋香港特區嘅國家未來個發展咧作出貢獻。同時咧，亦都呢個人才咧，希望係面對未來嘅，因為未來個世界都變得好快。喺呢方面，你覺得特別係你都參與咗好多關於愛國主義教育方面嘅領導工作，
呢方面有咩建議俾我哋年青人咧？我年輕人咧，我哋作為中國人，我哋一定要認識國家嘅歷史。過去一段長時間咧，因為各種嘅原因啦，國民教育咧冇有效咁樣落地。咁喺由治及興嘅階段咧，特區政府亦都好重視愛國主義教育。咁包括不同嘅教育領域啦，無論基礎教育啦、大專教育啦，大家都係加強青年人對國家國情方面嘅認識。咁我自己認為對於年輕人呢，係將來嘅發展都係非常重要嘅，因為認識歷史、了解國情，其實除咗係建立國家嘅情懷、民族嘅情感之外呢，其實亦都係對於未來嘅發展呢係密不可分。因為國家係同香港嘅體制唔同，咁認識國情其中一部分就係認識國家嘅政治體制啦，或者係認識國家嘅不同嘅省、不同嘅民族嘅特點啦。咁呢啲對於學生規劃自己嘅生涯人生咧，相信咧都係有好大嘅幫助嘅。咁所以做愛國主義教育係既能希望培養佢嘅愛國情懷，同時咧係結合佢將來嘅發展咧係打好基礎。如果我哋唔喺創新科技方面突破咧，好難喺經濟增長上咧再上台階。加快發展北部都會區咧，就可以為香港釋放更多嘅土地，吸引更多戰略性嘅企業。